后来乡亲啊，幸福城市上新的调查，第一名是大湖尾嘉义区，为这个去年的第10名跳一杆进大杆，将做幸福城市的第一名。那第2名是新竹市，第3名是桃园市。那是这个市长的施政满意度，第一名有2位哦，一个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一个是桃园市长郑文灿。幸福台湾赞不赞？赞！规10个县市首长甲代理人做伙，全台湾上幸福都市到底伫倒位？嘉义市为2019年的第10名，即马变成第1名冠军。新竹市依次第2名，第3名是桃园市。我们虽然没有科学园区，没有工业区，一直在这里人文历史当中找到我们定位。今年呢，又以0.3些微的这个差距输给了嘉义市哦。不过这表示着这个市民对于新竹市政府还有期待。那我们也还有努力的空间。执政不可能说100天或1年就有成果，那要有无声的改变。有感的进步是需要累积的。除了前3名得奖的县市长有到现场，其他县市的首长嘛一直讲各加油的空间。是讲敢有幸福，不是唯一的指标。以施政的满意度来看，新北市、桃园市并列冠军。再来是新竹市，是讲趣味的是新北市的幸福指数却是排第15名。每一个调查一定都有很多必须要去检讨的地方，不管是前面的名次，或是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，我可以借着整个调查的分析，好好检讨自己的城市。县市的调查是愈来愈多元，提醒这些首长都要做到，让人民愈来愈感觉。